兄弟们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2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内容记上卷21章20节到29节。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话。先知以利亚捌去互对杀，迄是因为伊讲着上帝爱伊讲的话。讲到这个预言得罪着亚哈王，特别是王后亚西别，所以安尼以利亚犹原继续传讲上帝的话。伊毋是咧讲家己的话，是咧做中心伫即个上帝所交代一句一句拢将上帝交代伊的话来传达，就算有危险威胁着伊的性命。内容记上卷21章20节到29节。亚哈对以利亚讲：“我的对头，你伫找我是无？”伊应讲：“我伫找你，因为你出卖家己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上主讲：我要降灾祸互你，要来召灭你。所有伫以色列中间属亚哈的查甫人，无论是自由的，还是无自由的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你的家，甲尼巴的囝，亚伯罗安的家，以及巴西亚的囝巴萨的家同款，因为你有惹我受气，搁互以色列人犯罪。关系亚西别，上主嘛讲。到要伫亚述列的外城食亚西别，上亚哈的王的人死伫城外的，要互狗食；死伫野外空中的鸟嘛会甲因食。前到当无人亲像亚哈，伊受王后亚西别的使人出卖家己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伊做上可恶的事，因为伊拜偶像，甲上主伫以色列面前赶出去的阿摩利人同款的代志。亚哈听着这的话，就拆里衫，穿粗满布，紧接穿粗满布困，失志郁卒，行来行去。上主的话临到伫提斯比人以利亚讲。亚哈伫我的面前遐尼谦卑，你有看到无？因为伊伫我的面前谦卑，所以我无要伫伊会在生的时来降这个灾厄到伫伊的囝做王的时，我才要降这个灾厄互伊的家。耶稣基督伫山顶变毛有2位旧约的代表人物，一个是摩西。一个是以利亚，耶稣就是代表着迄个先知传统甲迄个律法的传统。耶稣基督家己嘛捌讲过，伊所讲话拢是爸所指示伊的，启示伊的。伫变魔山的顶悬，上帝嘛宣告讲：这是我所喜爱的囝，恁着听叹伊。耶稣基督。也提到着讲，现代的以利亚的工作，就是要为着伊来做准备，并且要宣讲上帝的话语，来带领世间人来悔改认罪。但是犹原去互人照家己的意思在对待。耶稣基督虽然知所有的前景，但是伊犹原照安尼来讲有知影家己去互藐视受苦，犹原坚定传讲上帝的话。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。因落山的时，耶稣命令因讲：人子对世人中各活以前，毋通将所看见的事甲人讲。因将耶稣的话藏伫心内，私下底议论对世人中各活即句话是甚物意思？因问耶稣是按怎经学教师讲以利亚一定就先来？耶稣应讲以利亚一定就先恢复一切，
安尼，圣经内记载讲人子一定会受真济苦难，搁互人藐视呢。我甲恁讲，拄拄照圣经所记载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照因的意思来对待因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是安怎伫做声势？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伫排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要对抗上主甲遐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，咱着来讲喙压制咱的脚车，插长捆绑咱的手。上帝坐伫山的天顶伫笑，伫天笑因的阴谋，伊受气，甲因警告，发生地互因惊吓。伊讲，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做王。王讲，我要宣告上帝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，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对我求，我就将列国拢互你做领土，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用铁管甲因讲，亲像降水的废气。正君王着谨慎，统治者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才免伊起性地，互恁伫路中灭亡。因为伊会随时发受气，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感谢主赏赐阮先知的话语，互阮得到启示来认捌主，学习军队主，也领受呼召，忠诚的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互福音的广传，互人得到利益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